人走咗，將遺物全部揼晒，就真係清淨啦嗎？你以為你揼走嘅係晦氣，但有冇諗過，你可能親手將祖宗留俾你嘅聚寶盆，連同成個家族嘅福報一齊揼落了垃圾桶呢？各位善友，歡迎嚟到粵聽心禪，我係你哋嘅老朋友。如果呢係你第一次嚟到呢度，麻煩點個讚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等我哋喺呢個紅塵俗世之中結下一段善緣啦。家家有本難念嘅經，但係家家都有一條能聚福嘅根基。響影片開始之前，請大家響評論區留低呢8個字：家宅平安，福澤綿長，為我哋響世上嘅父母祈福，亦為已故嘅先人發送一份最美嘅善念慈祥。我哋呢代人啊，生活節奏實在太快啦，每一日行色匆匆，連面對生離死別都恨不得邊個快進見。老人家一旦過身，好多後生一輩為咗避免所謂嘅觸景生情，或者心裏面覺得有啲避忌嫌晦氣，往往會花錢請清潔公司將長輩生前嘅物品一次過統統打包揼晒，或者一股腦兒全部燒成灰，美其名曰斷捨離，或者係出面流行嗰啲咩死亡清理法，望住空蕩蕩嘅房，生人嘅心裏面好似係乾淨咗，眼不見為淨嘛。但其實呢，每到夜深人靜，內心深處反而會生出一種莫名嘅空虛同焦慮，總覺得好似少咗啲咩重要嘅嘢。我咁多年睇過太多人響老人家走咗之後，為咗存摺上嘅數字，為咗房產證上嘅名，兄弟姊妹之間爭到面紅耳赤，甚至對簿公堂。但係對於老人家生前真正留低嗰啲帶有厚重能量嘅無價之寶，佢哋反而當成垃圾咁樣棄之如敝履。呢啲畫面真係令人心入面好唔係味兒。其實我哋面對死亡嘅恐懼同冷漠，往往係來自於我哋對生命本質嘅無知遺物，絕對唔係冷冰冰嘅垃圾。佢係先人生命能量響世間嘅殘留，係業力同福報嘅載體。你處理呢啲遺物，其實就係響度處理緊你同逝者之間嘅緣分，亦都係梳理緊你自己內心嘅執念。處理錯咗屋企雞犬不寧，你自己都會長年陷入內耗；處理啱咗嗰啲，真係可以福音子孫3代嘅大功德啊！民間有一句充滿大智慧嘅老說話，叫做燒衣唔燒床。呢句話聽落普普通通，甚至有啲似舊時嘅封建規矩，但其實佢背後隱藏住極深嘅宇宙能量、守恆定律同埋佛法嘅因果律。今日我就陪大家坐低，好似老朋友傾偈咁，將呢層窗戶紙徹底捅破佢，幫大家解開心結。我哋先嚟講下點解老人家嘅貼身衣物千祈唔留得，必須妥善燒咗佢。好多人覺得，哎呀，阿爸阿媽啲衫布料咁好，又有紀念價值，燒咗太可惜啦，不如留響衣櫃做個念想啦。唉，你聽我慢慢講。從最基礎嘅物理層面嚟講，人響臨走前多多少少都會經歷病痛嘅折磨。嗰啲貼身嘅舊衫上面，無可避免咁會沾染咗老人家病嗰陣嘅病氣、汗水以及生物學上嘅負面信息。響以前醫療唔發達嘅年代，一把火燒咗佢。呢個係古人最徹底嘅衛生防疫學，係為咗保護活着嘅子孫唔好沾染病菌。不過，如果我哋將眼光拉高，從心理學同佛法嘅維度去睇，呢個就涉及更深奧嘅生命轉化過程啦。佛法入面講，人有第8識，即係阿賴耶識，佢就好似一個超級巨大嘅雲端記憶卡，記錄住我哋呢一生所有嘅記憶、
情感同執念。當人嘅肉體停止運轉之後，呢個神識，亦即係我哋常講嘅中陰身，就會脫離肉體。響呢個長達49日嘅中陰階段，神識係非常迷惘、非常脆弱嘅。佢哋往往仲未真正意識到自己已經行完一生，好似發夢咁，響生前熟悉嘅地方飄蕩。《金剛經》入面有一句震撼人心嘅說話：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相係乜嘢？相就係我哋響世間執着嘅表象同執念。老人家生前最中意着嘅嗰件冷衫，嗰條長褲就係佢最執着嘅相。如果生人唔捨得，將呢啲貼身衣物整整齊齊咁掛響衣櫃度，逝者嘅神識一飄返來，見到呢啲衫，佢心入面嗰個我已經離開人世嘅覺知就會被打亂。佢會諗，嗰啲係我嘅衫啊，天氣涼啦，我要着衫。但係佢依家係冇肉體嘅中陰身，佢着唔上㗎喎。呢一下着唔上，佢心入面就會產生極大嘅痛苦焦躁，甚至會生出怨恨同貪戀。六祖慧能大師響《壇經》講過：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先人本來應該要放下塵世牽掛，去往光明善道，但因為你留住咗佢嘅衣服，就等於幫佢惹返一身塵埃。呢種強大嘅負面情緒磁場就會直接影響到屋企生人嘅運勢同睡眠啦。我曾經遇過一位響海外打拼多年嘅老先生，呢位老先生為人好有孝心，由細到大捱盡苦，頭先有今日嘅家業。佢爸爸過身之後，佢心入面悲痛萬分，深深覺得子欲養而親不待，遲遲放唔低。佢將爸爸生前每日出門都要攞嘅嗰把龍頭拐杖，仲有嗰個用咗幾十年皮都甩晒㗎舊皮墊，原封不動咁擺響玄關最當眼嘅位置。佢話：大師，我每日出門返屋企，見到呢兩樣嘢，就覺得爸爸好似每日仲響屋企等緊我一樣。但係冇過幾耐，呢位老先生嘅身體就出咗大問題。佢晚晚失眠，一合埋眼就覺得心口好似壓住嚟大石咁，唞唔到氣。唔單止咁，佢原本順風順水嘅生意，亦接連遭遇莫名其妙嘅阻滯，熟客走晒，資金鏈爭啲斷裂，佢成個人憔悴到不似人形，眼窩深陷。揾我嗰陣滿臉都係疲憊同迷惘，我就問佢：你屋企係咪留咗老人家生前最放唔低嘅執念之物啊？佢呆咗一呆，帶我返去佢屋企。我一入門口就見到嗰根拐杖同個舊皮墊，我輕嘆一聲，話俾佢知：你呢個唔係響度盡孝，你係用緊你自己嘅執念，將你爸爸嘅靈魂困咗響呢個門口嗰度啊！響心理學上，呢個叫做未能完成嘅哀悼反應。你將遺物擺響度，其實係你自己唔願意接受爸爸已經離去嘅現實。你用實物嚟麻醉自己，而響佛法因果入面，你爸爸生前懷生懷死，最掛心嘅就係你。佢嘅神識見到嗰根拐杖同皮墊，每日都響度重複生前要為頭家勞碌嘅執念。佢唔捨得呢個家，唔捨得你，但又無能為力。你哋兩父子嘅磁場就響呢方寸之間互相拉扯，互相內耗。活人嘅陽氣同先人嘅執念撞埋一齊，你當然會病啦，你嘅運氣當然會受阻啦。後來我建議佢揀個陽光明媚嘅日子，去當地嘅寺廟，響師傅嘅見證下，將呢個皮墊同拐杖妥善咁化咗佢。化嗰陣，我叫佢要響心入面默默咁真誠咁同爸爸講：阿爸，寧塵世嘅緣分已經圓滿啦，呢個皮墊寧唔需要再拎啦，呢根拐杖寧亦唔需要再拄啦，寧放低啦，安心
跟住佛菩薩嘅光明走。個仔響呢邊一切都好，你唔使掛心嗰日，佢仲誠心誠意請師傅誦讀咗地藏菩薩本願經來回向俾老人家。就響做完呢一切嘅當晚，呢位老先生瞓咗呢大半年從來最安穩嘅一覺。佢響夢入面見到爸爸着住一身乾淨嘅長袍，面帶微笑，手上冇再攞住嗰把沉重嘅拐杖，步履輕盈咁向佢揮揮手，轉身行入一片溫暖嘅光芒之中。醒咗之後，老先生流晒眼淚，但佢心裏邊猶如釋下重負。佢知道爸爸真正解脫啦，佢自己嘅心結亦都解開咗。冇幾耐，佢嘅身體恢復健康，生意亦奇蹟般咁重回正軌。所以將貼身嘅衣物同嗰啲帶有極強個人印記嘅執念之物燒咗或者化咗佢，絕對唔係無情，更唔係遺忘。呢個係大慈悲，係生人給予逝者最後嘅體面。你係用呢一把火幫先人斬斷對呢個虛幻塵世嘅最後一點貪戀，話俾佢哋知前塵往事已了，請輕裝上陣，去往更好嘅善道。好啦，既然衫同執念之物要化走，咁點解民間老話又千叮萬囑，床千祈唔好隨便燒呢？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重點，留俾子孫嘅第一個聚寶盤。我哋要明白一個道理，老話講床唔燒，呢度嘅床唔單止係一張碎舊嘅床，佢代表嘅係老人家生前長年累月安歇靜養、打坐或者瞓覺嘅物理空間。佢可以係一張老木床，可以係一把老搖椅，或者係老人家生前最中意坐嘅嗰張舊梳化。華嚴經入面有一個非常透徹嘅宇宙觀，叫做正報與依報。正報就係我哋呢個人嘅肉身同我哋嘅心性德行，依報就係我哋賴肯生存嘅環境同物品。佛法講依報隨着正報轉，點解咁講呢？即係話一個人嘅德行好唔好，心性善唔善，會直接改變佢周圍物品嘅磁場。一個人喺世上活咗幾十年，佢瞓嗰張床，佢常坐嗰張椅，係佢一生之中吸收氣場最密集嘅地方。如果呢位老人家生前作惡多端，滿腹怨氣，日日鬧人，臨走時痛苦掙扎，咁呢張床確實積聚咗好重嘅負能量，處理咗佢係應該嘅。但係如果你屋企嘅長輩係一位心地善良、一生積德行善、最後高壽無疾而終嘅老人家，呢種響民間被稱為喜喪嘅老人，佢瞓過嗰張床，佢坐過嗰張舊椅，響佛家嚟睇就等同於被佢一生嘅善業開過光嘅法器啊！上面凝聚咗佢幾十年平和、安詳、慈悲嘅生物磁場。你如果因為嫌棄佢舊，嫌棄佢有所謂嘅老人家，隨一把火燒咗佢，或者當垃圾揼咗，咁就真係暴殄天物。你親手砸碎咗家族福報嘅接收器。我認識一個響科技圈打拼嘅後生仔，算係世俗眼入面嘅成功精英。佢為咗響競爭極度激烈嘅行業企穩陣腳，每日高強度工作16個鐘，腦入面全部都係數據、業績鼓勵。年紀輕輕就住上咗半山嘅海景豪宅，出入名車代步，但亦換來咗重度抑鬱同嚴重嘅焦慮症。佢晚晚都要靠食大把安眠藥，先可以勉強瞓到2-3個鐘。個人繃嘅很緊。佢有個響鄉下老家生活咗一世嘅爺爺，呢位老爺爺係個鄉村老中醫，一世樂善好施，遇到窮苦人家睇病經常唔收錢，甚至仲送埋藥。唔單止醫術好，心腸更好。老爺爺活到96歲，有一晚食完飯，自己洗完腳，攤響嗰張陪咗佢半世人嘅老藤椅上面，
聽住收音機，就咁樣安詳咁響睡夢中走咗，無病無痛。搞掂身後事之後，親戚們都響度分老人家嘅積蓄同老屋，對嗰把已經磨到包漿、依牙鬆槓嘅老藤椅嫌棄到不得了，準備當柴燒咗佢。呢個後生仔心入面突然猛咁諗咗一下，佢諗起細個嗰陣爺爺抱住佢嘅畫面，於是力排眾議揾咗架大貨車，將呢把老藤椅運返去自己嗰個裝修得好有現代感嘅豪華公寓度，擺響寬大嘅露台。好多同事同朋友去佢屋企，見到呢把破舊嘅藤椅同周圍嘅奢華裝修格格不入，都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有人私下話呢件舊嘢帶住晦氣，會破壞豪宅嘅風水。不過奇蹟就響呢把藤椅上面發生啦。呢個年輕人同我講，每當佢響公司被無盡嘅報表同人事鬥爭逼到快要崩潰，或者響深夜抑鬱症發作，覺得人生毫無意義，想跳樓嘅時候，佢就會行出露台，成個人蜷縮響嗰把老藤椅入面。奇怪嘅係，只要佢一攤入去，聞到藤椅散發出嚟嗰陣淡淡嘅老木頭味同常年浸潤嘅草藥香，佢嗰顆狂躁嘅心跳就會奇蹟般咁慢慢平緩落嚟。佢仿佛感覺到爺爺嗰對溫暖而粗糙嘅大雙手響度摸住佢個頭，仿佛聽到爺爺生前常講嗰句話：後生仔，凡事莫強求，盡咗心就好。天跌落嚟當被冚嘅，就咁響呢張老藤椅上攤下攤下，佢流下咗壓抑好耐嘅眼淚，將心中嘅毒素全部喊晒出嚟，然後佢竟然可以響冇食藥嘅情況下沉沉咁瞓着咗。半年後，佢嘅抑鬱症大為好轉，成個人身上嗰種戾氣同焦躁唔見咗，取而代之嘅係一種前所未有嘅沉穩同從容。後來佢唔單止帶出咗最優秀嘅團隊，仲拎咗一部分積蓄，成立咗慈善基金，專門去幫助偏遠地區冇錢醫病嘅細路。你哋睇，呢個就係醫報嘅巨大能量。呢把老藤椅響世俗嘅眼光入面係爛銅爛鐵，但響高維度嘅能量場入面，佢係爺爺一生慈悲善業嘅凝聚。後生仔嘅豪宅再貴，嗰啲都係用金錢堆砌出嚟嘅冰冷物質，化解唔到內心嘅業障同煩惱。而爺爺留低嘅呢樣舊物，就好似俾呢個響紅塵中迷失、瀕臨崩潰嘅靈魂提供咗一個可以無條件接納佢嘅避風港。你將咁樣嘅嘢留響屋企，其實就係響屋企定低咗一條定海神針。現代社會太浮躁啦，每個人都響度向外索取，心神不寧。當你響出面受咗委屈，遇到挫折，返到屋企摸下先人坐過嘅舊椅支攤，下先人瞓過嘅老床鋪，你就可以重新連線上祖宗嗰股質樸安定嘅氣脈。呢個係借老人家嘅福，係承接祖先嘅庇佑啊！如果你連呢個都揼埋，當人生嘅風雨來襲嘅時候，你個心又應該安放響邊度呢？除咗床鋪被褥呢種承載咗先人安息氣場嘅物理依託，第二樣老人家走咗之後絕對唔可以揼嘅，就係先人留低嘅精神法器。乜嘢係精神法器啊？佢未必係價值連城嘅金銀珠寶，亦未必係存摺上面那一長串冷冰冰嘅數字。佢可能只係老人家生前謀生養家嘅一把舊算盤，一把生咗鏽嘅裁縫鉸剪，或者係老人家翻咗一世，書角都捲起晒嘅一本舊書，一串盤到變晒色嘅木頭佛珠。我成日同身邊嘅善友分享我自身嘅經歷。當年我屋企一位長輩過身，辦完身後事，親戚們
圍坐響客廳度，為咗邊個分多啲存款，邊個攞嗰件稍為值錢少少嘅老物件，爭到面紅耳赤，甚至連幾十年嘅親情都唔顧。我望住嗰一幕，心裏邊真係灰到極。我咩都冇要，只係默默咁行到長輩嘅書台前，收起咗佢生前每日都要翻睇嘅一本舊版菜根譚，仲有一串已經斷咗線，被佢用普通棉線重新穿翻起來嘅老菩提手串。呢幾十年嚟，無論我搬咗幾次屋，經歷咗幾多人生嘅起起落落，呢兩樣嘢我始終帶響身邊，擺響我書房最當眼嘅位置。每當我響呢個紅塵俗世入面，被巨大嘅利益誘惑到想行歪路嘅時候，或者俾人算計，心入面生起極其強烈嘅憤怒同報復心嘅時候，只要我一抬頭望到嗰本泛黃嘅菜根譚同嗰串老佛珠，就仿佛聽到長輩生前嗰聲渾厚有力嘅咳聲。呢個就好似佛門入面常講嘅當頭棒喝，瞬間就可以將我由貪嗔痴嘅懸崖邊緣拉返轉頭，令我成身飆冷汗，成個人即刻清醒晒。響佛理之中，呢個叫做薰習。咩係薰習？就好似你行入一間長蓮點住沉香嘅房，時間耐咗，你啲衫上面自然都會帶住嗰種令人心安嘅香氣。先人生前勤懇、善良、正直嘅秉性，一早就深深咁刻咗響佢哋日常使用嘅呢啲物件入面。你將呢啲嘢留響屋企，俾子孫後代經常可以見到，甚至摸到，呢個就係響潛移默化之中薰習後代嘅心性。呢個係一種無聲嘅教誨。當啲細路見到嗰把磨到有坑嘅老算盤，就會想起祖輩當年係一分一毫清清白白咁儲起呢份家業；見到嗰把舊鉸剪，就會想起長輩當年係點樣響深夜裏面挑燈縫補、任勞任怨。呢種烙印響家族血脈入面嘅精神法器，可以令子孫響面對人生風大雨大嘅時候，骨頭更硬，心底更亮。呢啲難道唔比留俾子孫幾層隨時可能會貶值嘅樓來得更踏實、更珍貴咩？講到呢度，我都忍唔住想嘆口氣，同大家講下，依家社會上一些令人睇到直搖頭嘅現象。依家好多人啊，真係本末倒置啦！父母響世嘅時候，佢嫌棄老人家食飯慢啊，嫌老人家身上有陣老人家除10日半個月都唔打個電話返去問候。老人家想同佢講多兩句說話，佢對眼就死死盯住部手機，頭都唔抬，滿臉都係唔耐煩。但係等到老人家咽下最後一口氣，哎呀，佢嗰種孝順勁突然間就全部湧晒出嚟，花幾十萬去買極其奢華嘅骨灰盒，請規模龐大嘅哀樂團隊大排筵席，請客食飯，風風光光，仲要去嗰啲紙紮鋪買幾層樓高嘅紙紮別墅、紙紮跑車、遊艇，甚至買幾億面值嘅冥鈔假金條，響墳前燒到火光衝天，連半邊天都昏黑晒。大家靜低心諗下，呢個到底係響度盡孝，定係為自己賺面子？呢個到底係為了告慰亡靈，定係為咗平息自己內心嘅愧疚同生人嘅虛榮？地藏菩薩本願經入面一早已經將呢種事嘅底層因果講得明明白白啦。經文入面講，命終之後眷屬小大，為做福利一切聖事7分之中，而乃獲16分功德，生者自利。呢個係咩意思呢？即係話人走咗之後，家屬為亡者做嘅種種所謂積福嘅事，譬如燒幾多紙錢，做幾大法事，亡者真正接收到嘅僅僅得1/7，而剩低嗰6/7嘅因果同功德，全部都係落響活人自己身上嘅。
如果你係響度虛榮攀比、鋪張浪費，甚至殺生大辦喪宴，咁唔單止幫唔到先人，反而將呢啲鋪張同殺生嘅業力全部壓晒響先人嘅神色上面，令佢哋響另一邊嘅世界步履維艱，罪上加罪，真正嘅超度，真正嘅盡孝，絕對唔係靠燒幾多紙紮換翻嚟嘅。各位善友聽到呢度，如果你都認同生前一碗水勝過墳前萬噸灰呢個道理，請響評論區打出盡孝及早，不留遺憾呢8個字，令我哋嘅每一次留言都成為提醒世人喚醒良知嘅一盞明燈。咁講咗咁多，肯定有善友會響心入面問啦，哎呀，大師，我以前唔識呢啲因果，我唔小心將長輩嘅床同嗰啲有紀念意義嘅舊嘢都揼晒或者燒晒啦，咁點算啊？我係咪做錯咗？係咪就折咗福報啦？大家千祈唔好因為咁樣就陷入極度嘅自責同恐懼之中。金剛經教導我哋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法係教人解脫嘅，唔係令人孭上沉重嘅心理包袱嘅。如果你已經處理咗，咁就說明嗰段物質嘅因緣已經了結咗，放低嗰個懊悔嘅心，由依家開始用正確嘅方法去轉化，福報依然可以源源不絕咁流轉入嚟。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哋喺日常生活之中到底應該點做，先可以真正為先人轉化福報，為自己嘅家族積攢功德呢？我喺度教大家3個最實用嘅生活修行法，唔使你嘥大錢，只要你有心。第一步叫做善念轉化，亦即係以物換福。如果先人留低咗嗰啲完好嘅衫褲或者日常用品，你覺得留喺屋企唔合適，千祈唔好直接抌落臭崩崩嘅垃圾桶。你可以將佢哋洗得乾乾淨淨，折好捐俾慈善機構，或者送俾真正需要幫助嘅窮苦人家。當一個喺寒風中震騰騰嘅露宿者，着上你父母生前嘅舊大衣，感覺到溫暖嗰一瞬間，你父母喺另一個世界嘅戶口入面就實打實咁多咗一筆無量嘅福報。呢個就叫將死物變成活功德。第二步叫做功德回向，呢個可以話係佛教入面最高級、最強大嘅靈魂電報。回向唔需要你花1毫子，亦唔需要你每日敲木魚念經，就響你嘅生活入面，你今日出門買餸，對住嗰個辛苦擺檔嘅老人家，和善咁笑一笑，講多句多謝。你放工返屋企，見到一隻餓到喵喵叫嘅流浪貓，你隨手餵條火腿腸俾佢，或者你只係響地鐵度讓個位俾大肚婆或者老人家。做完呢啲微小嘅善事之後，你只要響心入面默默咁念一句，願以此微小嘅善行回向俾我已故嘅爸爸或者媽媽，願佢哋離苦得樂，往生善道。就係咁簡單嘅一個心念，你嘅孝心就已經穿透咗生死，跨越咗維度，穩穩陣陣咁傳送俾你嘅先人。呢個比你燒幾萬蚊嘅紙錢都要管用1萬倍。第3步亦係最核心嘅一步，叫做修好你自己。古人話：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你要明白，你嘅肉身，你嘅生命就係父母，響呢個世界上生命嘅延續，你嘅血液入面流淌住佢哋嘅基因。如果你日日都愁眉苦臉、暴躁易怒，同老公老婆嗌交，同同事勾心鬥角，將自己嘅身體搞垮，將屋企搞到烏煙瘴氣，你響天上或者另一維度嘅父母見到你咁樣，佢哋會安樂咩？佢哋會開心咩？相反，如果你將自己照顧得好好，將身體養得健健康康，遇到挫折唔抱怨，
面對困難唔泄氣，將屋企經營得和和睦睦，笑聲不斷。你個人嘅幸福同圓滿，本身就係對先人最高級、最偉大嘅超度。你只要響世間行善積德，好好生活，你嘅父母響嗰個世界都會跟住你沾光，為你感到驕傲。紅塵如客棧，人生就係一場漫長嘅告別。遺物終究會隨住時間嘅流逝而風化，再結實嘅木床都會扭爛，再珍貴嘅衫都會爛掉。但係萬般帶唔走，唯有福長留。真正不朽嘅係嗰份流淌響家族血脈入面嘅家風，係嗰份種響因果定律之中永不磨滅嘅善念。我哋今日傾點樣處理遺物，表面上係講緊規矩，其實係處理緊我哋自己對生命嘅敬畏，對死亡嘅釋懷。我哋留住先人德行嘅見證，係為老令心有一個安放嘅歸處。我哋捨棄嗰啲負面嘅執念，係為咗令愛化作大愛，流向更廣闊嘅眾生。好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呢段說話解開咗你心入面嘅某個結，或者令你嘅心境豁然開朗，請俾個讚我哋，並且訂閱越聽心善頻道，亦懇請你將呢個影片分享俾你身邊嘅親人同朋友。你嘅隨手一轉，其實就係一次極其殊勝嘅法布施，可能就幫到某個人行出悲痛嘅泥沼。最後，請喺評論區留低你對先人嘅思念，或者對家人健康平安嘅祈願。等我哋將呢股溫暖嘅善念匯聚起嚟，照亮每一個迷惘嘅靈魂。我係你哋嘅老朋友，祝願大家喺呢個紛擾嘅世界裏面都可以得大自在，家宅安寧，福壽綿延。我哋下期再見。